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博民阿兔啊。观众朋友，今仔日本土确诊5万多，咱看到同款是咱顶礼拜捌讲的模式，礼拜了后减少，周间增加，总是这个模式掠我死亡人数有显然的增加。本土疫情滚价以来上悬的死亡人数出现伫拜六。 咱嘛捌讲过，死亡人数高峰会较晚，确诊人数高峰约一礼拜。即马市面看起来，北部渐渐有咧转好，疫情有咧落难。连假期间，高雄确诊人数头摆超越新北，占全国头坎。南部医疗量能渐渐有较安康，尤其台南空床率较加2成。指挥中心有指示增加专责病房。 嘛，搁周末出现台湾头一个儿童染疫好例，刷导器官发炎的病例。 加在这个囡仔目前稳定，这嘛需要咱来关心。指挥官陈时中有讲，搁观察几天，疫情有希望伫6月初10了后开始转好。这个最后阶段，咱最近来要义疫情致死率、医疗量能、儿童重症这个问题。 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忠医师。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定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邀请金健康洪素卿总经理。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今仔日死亡人数是5万多，不过咱看到昨昏6月初5，高雄的确诊人数是9000多人吼，头摆超越新北是占全国的头坎。咱看到今仔日死亡人数是151个，死亡人数渐渐咧增加，吼，可能进入一个高峰的期间。嘛，过咱捌讲过。 中和2岁幼囡仔因为重症来死亡，伊的爸爸即马新北市政府在讨通联的录音吼，因望会当提供形象的联络的录音。过来，咱看到台湾出现头一个吼，儿童染疫了后好例，煞出现导器官发炎的这个病例吼，这是10岁的一个囡仔吼，通常这款的状况染疫好例2礼拜到6礼拜上接发生吼，这咱会来讨论。过来，咱重症死亡了后吼，嘛武汉肺炎虽望无规定讲24点钟以内吼，这个信息爱烧，总是这个法律的规定吼，可能会互人误解。这咱稍等下来讨论这个问题，咱讨论进程大先来看今仔日指挥中心疫情记者会。 我们昨天新确诊的病例数有52992位，好，有151例的死亡。新增的重症里面有124例是中症，119例是重症。今天是有一位8个月大的一位女童女婴，那这位小朋友她本身是有先天性的泌尿系统的疾病病程的这个诊断呢是有细菌以及新冠病毒2种这种原因的合并感染呢，然后并发有败血症的一个情形，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儿童的。 重症新增的1例也死亡的个案，目前重症的累积是有36例。一个15岁的男性有接种过1剂的新冠的疫苗那本身也没有其他的慢性病史。在这个5月22号到29号这期间呢，都是用居家照护的方式在管理那5月30号的时候呢，他就是回到学校去不幸在这个班上的时候呢，突然就是有昏倒，急救无效而不幸过世，诊断为就是说是一个病毒性的心肌炎合并有急性的肺水肿以及心因性的休克那也有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 观众朋友，咱即马先来看疫情发展的这个趋势吼，这个图表内底红色的拢是拜一的确诊人数，咱看到既然拜一吼确诊人数拢会较减少，不过拜二就会搁较提悬。总是咱看到同款看到一个趋势，这个提悬了后吼，几礼拜以来提悬的人数搁渐渐较少。周医师，安尼咱看这款的统计资料，敢会当讲咱的 RT 一定吼较平稳吼，渐渐疫情有咧转好咧。我看是安尼啦吼，咱已经讨论过真侪摆嘛，就是讲吼，咱伫迄个吼休困的时间吼，那真侪迄个诊所是病院伊是无开的嘛吼，无开的尤其是即马吼，免去做 PCR，你
只要快筛阳性吼，会使为诊所用迄个吼视讯的方式吼，嘛免一定要走去病院嘛吼。所以以我诊所来讲吼，我迄个礼拜我当然是休困，吼，伫咧都会区的迄个诊所差不多拢休困。拜五甲拜六，尤其是放假，阮是看早起尔，吼，本来是看几工，吼，拜六本来是看早起尔，其他的迄个时间就是早起下晡甲暗时拢有，所以会使看出来吼，像我早起今仔日吼早起吼判定用迄个快筛阳性判定即个确诊的人数吼，可能就是我拜四甲拜五合起来，吼，原来今仔日早起哦，比拜四甲拜五甲拜六迄2天休困日的。加起来更较济，是，吼，礼拜当然就是大家拢休困嘛，所以这是会较少，这是无毋对，所以这个循环吼，一定是差不多拢是安尼啦吼，但是伫咧中南部迄个无一定哦，因为伫咧都会区吼，咱的咧遮的人吼，可能吼，咱嘛袂晓讲爱较生活品质较好啦，因为阮的员工伊拢希望休困，所以阮礼拜真侪拢无看，但是咧庄脚所在吼，较偏远的地区吼，因为因若礼拜若无看的时阵吼，迄病人吼，因为伊要去大病院啦，要去就医无方便，所以迄边的医生吼，伊真拍拼吼，嘛是请较侪员工，因礼拜四啊吼，原来有咧看就对啦吼，所以伊的礼拜的时阵吼，伊有可能吼，伫咧礼拜伊嘛是做一寡判定，会使做一寡确诊的这判定啦吼。但是伫咧咱的都会区吼，像湘北市吼，我只要知我的同僚吼，礼拜咧看门诊的人是真少。哦，所以伊这一定是区线一定是安尼，我死亡人数一定是前几工累积落来嘛。哦，伊住院可能住几工啊，吼，毋是，若是讲伊随确诊随死亡，这是真少的。哦，有的是住几工，吼，伊才反正了，才往生去嘛。所以一定是会迄个吼比较慢吼。所以即马吼，咱看这讲，迄个拜五啦，吼，迄个咱休困时间的时阵吼，迄个南部已经较，迄个人数已经较悬啦，因为高雄嘛，吼，头拄嘛有咱大家伫遐咧开讲的时嘛讲，较悬是悬无偌济，今仔个输起啊，但是以人口数来讲的话，吼，伊的比例是其实是较悬无毋对，因为咱新北市迄人数是全国上多嘛，伊即马虽然若是讲2个都市，高雄甲台北，迄个新北2个若是讲吼确诊人数差不多，但是伊母数就是无共款。其实伫咧即马南部吼，伊咧悬起来、称起来已经真明显。阮的同僚拢是安尼啦吼，逐个礼拜啦吼，可能1工伊是2工吼，逐个拢伫咧吼，嘛是用视讯的方式吼，逐个来交流讲，即马逐个迄个状况啥物款，有啥物会使先做无？我是感觉阮的同僚伊是拢真认真伫啦，像讲吼，因遐医疗量能吼，可能无湘北市遐尼好啦吼。对。但是即马知影讲，层。比如讲本来是3成，即马变2成的时阵，开始就警觉，开始会刷层啊，甲一寡吼较即马较无赶紧的吼，甲变做一个吼专职病房吼，甲这量能留落来，搁即个轻症的甲无症头的人吼，都留伫咧基层。其实吼，阮台北区迄阵吼，迄阵请起来的时阵吼，大家拢还未准备好，阮是哪做吼，哪咧学啦吼。但是阮咧学的时阵吼，南部的嘛是做伙咧做，所以因即马吼准备一定比。吼，尤其基层的方面，一定是比阮准备较好，因为阮即马一个制度拢起来，像阮即个诊所即马，你若讲吼，即个高风险的65岁以上，还是讲有一寡吼慢性病啦吼、癌症的病人吼，伊即马来我诊所的时阵吼，我抗病毒的迄个药啊拢有啊，我会使互伊吼，莫拉皮拉韦还是讲即帕斯洛皮，我诊所拢已经有啊，无像古早吼，我这开伊要去领，真歹领会着啦。即马嘛是，当全国差不多啦，南部我嘛看真侪同僚，伊嘛是诊所拢有啊，所以互即个病人吼真方便，伊嘛毋较免讲我今日药领无，所以我一定要去大病院，啥物风云门诊，其实伊去嘛是占着迄个医疗量能嘛，所以其实咱即个时间一2-3礼拜的时间咱一直咧准备啦毋是讲即个干那看讲即个缺失起来，阮早就已经咧准备即个代志，看但是北部即马处理安怎，有啥物会使南部先迄个会使准备的其实咱准备了，我是讲都袂歹啦，嘛是一直咧，大家拢一直咧去讨论，看要搁做啊，搁较安怎搁较好安尼。是，指挥中心讲南部医疗量能即马较安康讲要安排搁较济即个专职病房，各县市的卫生局讲病房空床是有啦，总是骹手会较安康即款的骹手需要来到3工即个大病院内底医疗量能，安怎处理较好咧？若是讲即个人力真正无够。
像我吼，咱即马吼，咱的病院系统来，病院有系统，啊，甲诊所有系统嘛。其实有真济吼，你即马病院吼，佫派人出去咧共注预防车，迄就无必要啊。等去病院内底做工课嘛。啊，迄个伫咧外口咧注预防车，你就交基站嘛。即个能力吼，咱就咧甲省起来，会使转去。也是讲像咱台北市，阮去迄个采检站吼，像讲台北英总吼，伊伫咧中正纪念堂，也是讲吼上山机场，我拢有去参加即个采检站嘛。啊，我若加一个人去的时阵，因就加一个人使等于伊的病院内底做工课，会使去照顾病人。所以阮甲即个吼，阮会做会到的代志，阮甲包落来吼，啊，因来一寡人吼，嘛免较忝，无因吼，其实安尼走来走去吼，有时啊，你若讲染疫，伊佫叫隔离起来，还是讲伤过忝佫请假，其实这人能力吼，就会较无够。所以我是尽量吼，都会甲补起来啦。若会使吼，基层做的，阮尽量甲做起来，啊，互因专心吼，甲这量能吼，用伫咧重症的人，吼，安尼病人照顾会较会好。是，洪总经理，咱看到陈时中指挥官嘛讲吼，这个确诊人数甲染疫人数事实上有一寡争差吼，确诊人数真正有检查出来，啊，染疫人数可能是这个确诊人数的2倍到3倍。咱即摆知影确诊人数已经超过咱的台湾人口的10%嘛，也就是讲，照指挥官来讲，咱实际上染疫的人数可能已经到20%，安尼就是甲咱本地所掠的疫情高峰过去。这个数字已经接近啦吼，啊，咱即摆看到讲啊，预防车啦、快筛啦，还是讲 PCR 的量能啦，这个问题吼，渐渐拢解决无遐安康啊。照你所了解，咱即摆社会上吼，对这个疫情啊上烦恼的，还是讲上大的挑战是啥？第一个问题是讲吼，确实啦，因为你眼看咱即马超过1/10的人口已经是确诊过啊，可是有一寡人是因为家己根本就唔知嘛，因为这真济嘛是无镜头的嘛吼，也无证总出现，伊拢咧唔知影家己有咧确诊嘛吼，这是一款人。第二款人就是讲吼，有当时是家己知影家己有互话着，可是伊无想要知影，啊是第三款人是同恐怖，你知影？因为之前有一寡医师甲我讲吼，伊有当时伊咧门诊啊，拄着迄人，一个医生讲，伊拄着一个阿嬷来看诊啦。阿嬷讲伊就是因为老症好啊，来摕药啊，那开讲就讲其实吼，伊快筛2条线，讲你哪来？伊讲因为我老症头，我药我无，我嘛是爱来啊。伊讲你安尼袂使，你爱紧转去恁兜啊！有人甲你照顾，伊讲有啊，我讲去后生大，伊讲恁后生敢好，敢无代志？伊讲有啦，我咧讲伊迄2条线，另外1条足浅，我感觉应该无代志，所以去上班。就是讲吼，即摆其实因为吼，差不多你问你有迄亲戚朋友吼，你差不多都有问着有一寡人话着，大家嘛差不多知影讲。介侪人得的时阵拢是轻症，所以大家较放心。可即摆大家较无放心的所在，共款是幼囡仔甲即个儿童，因为因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因的疫苗吼，还袂全注着。啊，第二个有真侪家长吼，嘛是咧烦恼讲到底要互伊注？你知影？我即摆吼，因在问伊讲到底是要注无？啊，注啥物？啊，安尼敢有安全？啊，无注佫惊出代志。我即摆大家第一个烦恼是这个囡仔。因为可能爱去学读册啊，可唔知影讲到时阵到底要安怎处理。啊，第二个部分，其实咱安尼看来讲吼，咱济吼，即个重症还是死亡的，还是即个老大人为主。所以就是大家其实我烦恼的就讲，即个老大人吼，即马话着到底是安怎处理？因为有诶吼，真济人讲，即个老大人话着的时阵，伊的镜头无遐典型嘛。伊无想讲咱咧酷扫啊，是啥真明显，是个安那好听。这人安那早期甲发现嘛，是咱小等啊，是讲接下来可能不要那么严重感染的真重要一个部分。是，叶医师，咱看到吼，都是病后有一个幼囡仔吼，才3个月确诊吼，煞变做重症。即款年纪较轻的囡仔吼，伊都无预防针通好做吼。亲像即款的状况，咱需要足烦恼，就是。敢会逐渐发生，就是3个月囡仔煞变做重症安尼。
安尼真正是较歹讲，因为即马爱看伊的病例，啊是因真正这囡仔人咧是健康的，还是无健康的。啊，如果是无健康的，你爱看伊啥物原因造成的，才会较当真的原因。对，啊，再爸母是真正爱较注意的，尤其这段时间，阮即马疫情的是一个最高峰的时阵。啊，佮有阮拄则讲这个假日效应对无？其实别个国家嘛有这个假日效应的。哦，对。阮来看这个英国的图。假是讲每一个礼拜死去的人，啊，但是遮你看遮啊较详细甲你看的时阵，你就会看到遮敢若敢若喙齿啊落两粒，对无？啊，这都是因为啊，遮有甲你讲，遮是咧休假。哦，咧放咧这个较长的这个礼拜啦，所以遮就出现这个统计，会出现遮个敢若有一个几个喙齿安尼无去安尼共款对，所以遮个问题其实别个国家嘛是有，拢有这个所谓的假日效应对。是，因为大人个人的防疫爱做好吼，尽量卖为好，因为呐，咱看到即摆南部的疫情渐渐开始在退烧吼，咱的这个报道咱大声来看。新冠本土疫情原在高原期，第5礼拜新增加62080例本土病例，其中高雄市新增加9200多例，是全台湾上多。而且头一摆超越新北市，疫情呈现北部降低、南部清悬的情形。指挥中心预估，中南部疫情可望在这礼拜5彻10反转，到时阵病例数甲死亡拢会下降。另外，中东净新增加252例，死亡是有124例。124位当中有116位有慢性病史，81人是没有打满3剂的疫苗，其中57人是没有接种过任何1剂的疫苗，年龄超过80岁的长者是占70位。华人遗憾的是，死亡个案内底，佫再增加一个9岁查甫囡仔，伊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长期使用呼吸器，住院期间检验出胃着新冠病毒，肺内底氧气变差，血液恶化，并发多层器官衰竭而死亡。死亡的部分，因为这一位有共病跟肺炎的个案所以目前的儿童的死亡个案数是累积到15人其中肺炎的部分是占4位，那脑炎的部分仍然是维持5位。又过来为着比率已经达到6%，指挥中心北讲已经开始来启动边境的解封计划，头一波会针对商务客来放宽，但是中礼拜更加表示，入境检疫的天数会对现行7天加7天改做3天加4天可能性上悬。如果要开放，但这个时机跟对象，那大家还要持续的去讨论。不过大概就会从7变成3+4，跟我们这3+4一致，这样的可能性是最高。不过现在都还没定案。另外，5日岁过了后，疫情是不是可能大爆发？但是中认为，连假期间出来佚佗，甲南北交通拢相对较冷清。有一寡人等于南部也家己先做检测，民众自制力甲整体防疫拢做甲真好。而且民众头一档的疫苗注射率已经达到90%，5日岁带来另外一波确诊的可能性无悬。另外，指挥中心也正伫建议，对着陪病、探病、住院这相关的例行的检测，会修改为确诊者为着了后15天到3个月内，建议病医应免度相关的检测。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内底水蓝色的是新北市的确诊人数。柑仔色的是高雄市的确诊人数，咱看到伫6月初5，也就是昨昏高雄市头摆超越新北市伊的确诊人数是变做全国第一。这咱拄则捌讲过，咱即马来看另外一个资料这是确诊人数的演变渐渐咱看到即马疫情有咧转好的趋势。不过这个柑仔色的这个数字是每1000人内底这个奥密克戎病毒的致死率这伫昨昏是0.9%，过来是0.96%。咱看到这个致死率渐渐有在提悬这咱甲咱讲过的代志煞有相像就是讲疫情确诊人数渐渐少的时阵死亡率煞提悬。就是咱安怎来理解这个状况这个高峰可能会出现伫什么时阵呢？因为这咱即摆分做两部分来讲啦一种我染着这个 Omicron， 但是我若死亡，我是不是为着这个原因引起的？
我有可能是我本来身体有其他的病，啊，但是呢吼，我搁染着这，但是我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来过往去吼。啊，但是这种算在来嘛，吼。啊，一寡身体较虚弱的吼，咱去感染着的时阵吼，这感染着这代志一定是会发生的吼。比如讲一寡迄个较中者啦，哈，有诶嘛是已经年纪真大吼。像我有几个我诶迄个照顾机构内底吼，有几个吼，伊就是叫做安宁的病人。安宁的病人就是讲吼，伊这病情无可能会好啊啦吼，啊家属嘛放弃啊，差不多是讲半年以来吼，可能就是会自然的死亡去安尼吼，就是伊的镜头就是安尼吼。啊，但是伊即马可能伊嘛是染疫，为啥迄家属吼伊无啥爱检查呢？啊，伊讲我检查出来有啥物意思？我也无要治疗啊啦吼。但是伊住伫咧住民内底，因为甲别人住做伙吼，啊伊无检查是袂使，啊无讲我无你带倒转去甲你顾，吼，啊伊嘛无法度通顾啦，吼，啊所以伊嘛是会去，啊这人吼拢甲加落去吼，其实会愈来愈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本来染疫的人愈来较侪的时阵吼，甲迄本来就会过往的人吼，拢甲掺落去啊。吼，啊！你若讲吼，像讲遐囡仔迄几个啦吼，得了脑炎的啦吼，是讲迄个肺炎的，啊，这个确实讲是得这奥密克戎的，可能是引起的无毋对啦吼。但是一寡岁数较大的吼，也是一寡慢性病，像讲头拄啊，迄个有一个病人讲吼，伊就是有真侪病，伊可能嘛有细菌感染，过这奥密克戎感染，啊技术用一个动静再过身去，啊，这嘛是会使算去奥密克戎引起的是无毋对，但是真侪吼，咱若甲算落去的时阵吼。我想吼，这数字较悬吼，咱是看几个统计的方式啦，拢啊可算在内底无要紧啦，吼，对不对？算在内底无要紧，啊，所以迄悬起来的时阵吼，咱有时吼嘛，莫伤惊吼，咱来看讲内底内容吼，遐中者是毋是吼？伊真侪本来就是一寡镜头本来就要往生去啊，啊，只是伊得即个病啊掺落去啊，算下来嘛，吼，啊，所以即个趋势，咱其实咱敢若咧考试咧有一个考古题嘛，吼，咱就是咧看。世界各国，咱即摆敢若讲，咱甲新加坡啦，啥物吼，甲纽西兰较接近，所以咱会看讲伊的趋势是毋是甲咱共款安尼吼，所以这是一个有切的啦吼。但是咱台湾有台湾的迄个特色伫，敢若头拄仔总经理讲吼，有的人伊就无爱染疫嘛吼，因为伊知影伊嘛讲吼，反正吼我就照正常生活，啊有的人是较规矩啦，伊虽然无爱去通报吼，但是伊嘛是自我甲你隔离起来。伊是不爱互政府知影，但是伊嘛是做了真好，嘛是保护伊厝的人吼，啊嘛保护着别人，安尼嘛是袂歹啦吼。啊有的人是，我敢若无染疫，敢若输人共款，像我今头拄我接迄电话，就是早起有一个人来看病，伊就敢若是迄感冒的镜头嘛，啊伊下晡就卡来讲，伊就2条线叫我甲通报安尼。吼，啊有的人就讲啊通报了吼，第一句话就讲啊，这你甲我开诊断书，我要来签保险嘛，是真侪人有即款的啦吼。所以吼，这个吼，咱这个数字吼，其实吼，咱会使看这个趋势啦吼。但是不管这个趋势是向悬啊向低吼，阮的医疗系统，阮这做这个医疗系统内底迄个工作人员，阮的迄个态度拢是一致的，袂讲因为伊趋势变较人去，阮就会放松阮的心情安尼吼，拢是共款吼，拢是爱真拍拼。啊，阮嘛是全国一体吼，不管是南部、东部吼，还是讲北部，大家有发生什么代志，拢爱经验的吼，爱大家来分享吼。莫讲吼你迄个同款的代志发生，啊你搁做同款毋对的代志，啊对民众吼，对咱规个系统嘛是拢无好安迪的。叶医师，咱大家人吼一直咧看讲，这个疫情什么时阵要结束吼？啊，即马看到这个致死率渐渐在提悬，死亡人数嘛渐渐在提悬，都一直咧创纪录吼。伫这个死亡人数进入一个高峰的时间，感到是疫情真正会结束的信号。对，啊，拄则周医师讲到一个较好的重点，是咧讲你是安怎去计算你的死亡的人数。是。对，啊，即马台湾用的这个定义是较宽。讲确诊了后，28天以来死去的，拢算讲是 COVID 死去的。但是安尼的定义其实是伤伤啊去，伤人对。所以英国咧后期的时阵，拄到 Omicron 的时阵，伊甲伊的定义来做甲小可修改。啊，伊改甲安怎？改甲是迄个死亡的证明书面顶啊，爱有写 COVID 才算。对，啊，但是有写 COVID， 佫无一定是真正是直接甲 COVID 死去的有关，所以这个死亡的证明书，你有第一项甲第二项，第一项是直接有关系，第二项是有可能有关系，
对，但是这有可能有关系，甲直接有关系，其实是无共的。所以英国嘛有做这个统计，来去看都遮的人到底是有偌济的人是直接甲 COVID 有相关的来去过身去，对，伊看到干那这个64%啊，是直接因为 COVID 死去的。对，啊，这的100%的统计是讲死亡的这个证明书啊，上面已经有写了 COVID， 但是这的台湾即卖定义其实比这的拢搁较烂，所以阮咧看这个图的时阵，其实爱甲这个定义搁来创好详细。咱之前一直咧讲超越死亡吼，啊，叶医师你所讲的这个意义，敢是讲，若是咱即马看，咱台湾永远是无超越死亡，也就是讲，虽然死亡人数遮尔济，内底可能有一寡人准做是无Omicron，可能嘛是会因为别种因素来过身。对，所以阮来看超额死亡，都会较公正，超额死亡袂去受到遮的因素来去甲伊干扰去，对，所以超额死亡是一个较公平的方法来去看这个死亡是有超过，还是无超过，无超过，其实阮严格来说，其实免讲遮紧张啦，对，对。所以定义爱家己创好清楚，阮才会使来去分析讲即卖情形是安怎，安尼也嘛是会较准。洪总议员，咱知影吼，即马死亡人数吼，逐工是100外安尼增加，这死亡人数就接互人真做这个操作话头啦，就是讲死遮侪人吼。照你来看，咱即马这个趋势吼，看到疫情可能渐渐真正要结束，咱安怎来面对，也是讲面对厝内老大人吼，安怎互伊较安心？咱应该安怎做？一般来讲，咱若观察进前国外即个死亡甲伊确诊的关系，真侪人拢讲死亡是一个落后指标嘛，吼，就是讲差不多你也看到讲咱确诊同悬迄天，甲死亡同悬来到的时间，差不多是7天甲14天，吼，差不多就是1礼拜甲2礼拜。所以咱若观察咱台湾同悬的时阵，差不多是5月23迄礼拜嘛。对。所以咱若甲伊算来，差不多就是6月初即礼拜。吼，就6月到6月中，可能是咱死亡人数，咱会看到，起码较济即礼拜，所以大家会想讲啊，即摆那遮恐怖，迄是因为进前咱动静较济。第二个代志就是讲吼，有当时啊，你会想讲，较近的人甲死亡的人无一定会成正比，是安那？因为有当时啊是咱做咱咧医疗的量能的问题，就是讲，总讲你一时来足济病人。咱人手无够，安尼咱的可能伊的死亡率会较悬一丝啊。是。如果你是豆豆来，因为咱人手有够，咱可能伊死亡的率会较低一丝。咱即摆吼，所以可能有当时啊连续足济工拢哇，8万人、9万人，安尼遮济人的时阵，咱病院这病房可能有够，可是人力无够的时阵，可能你迄当阵就感觉你甲伊算几工后，可能死亡的人较济。那即摆我感觉较放心，是因为讲，虽然咱即摆看起来北部伊这个确诊有较放零落来，因为你看，因为差不多用新北市来算，新北市即摆差不多超过65万人确诊。对。伊是400万人的一个都市嘛，所以咱算讲已经超过15%的人确诊。如果算起来根本就唔知家己感染过，佮有家己感染过，家己唔讲的这个人，可能无一定正讲差不多2成到3成的人已经染过哦。这个是咧国外看，差不多有这个人染过了，伊就慢慢的放零来，对不对？所以北部这个疫情眼看，可能较。渐渐较袂遐紧张啊！即马到南部，南部我感觉吼，伊即马的好处是讲，伊进前看北部做，伊知影北部什么情形，所以有一寡所在人有小准备。所以如果你也比迄个死亡的人数，你会发觉讲，南部的死亡人数无遐济。所以伊即摆总共伊也有做准备，佮有咱医护中心有看到讲即个所在伊的病床的较少，咱安怎地调度，咱若是甲这做好吼。咱预防咱南部超越死亡的出现的话，吼，我感觉无一定无咱想象中，因为之前有医师讲，咱可能未来这几天可能逐工赶快拢100，甚至到200的死亡。可是我感觉种咱甲医疗的吼，即个
人力该调整较好。无一定，咱无一定遮济超过200这种，嘛是大家老大人免讲遮紧张，家己顾好就好。因为有当时啊是你一感觉毋那么紧张，你的免疫能力有当时啊受到影响，你反而你感染到的时阵佫较无好。所以我感觉就是食好、困好，吼。饮食嘛，之前有一个研究讲，什么人、什么食、什么饮食方法染到的时阵较袂变重症。伊就讲一种是啥，就是讲你主要是食菜，啊，可是你的这个肉，吼，你的蛋白质来源是像讲鱼肉、白肉、细子、鱼肉，啊，所以你一定要食，你来食，接下来时间就是青菜食较济，啊，咱可能迄红肉莫食较济，啊，你甲伊换做鱼啊，这海鲜啊，食，家己顾起来，啊，看电视莫一直看足紧张的嘛，看一个迄电视节目看起来心情好诶，家己顾得好，啊，即摆你预防啥嘛有做，安尼我感觉就是。放心以对啦，是，放心番，放心吼，咱台湾新闻界嘛是爱看，所以讲咱都会讲嘅。朱医师，咱讲今仔日互台北市恢复高中以下实体上课啦。其他侪县市吼，较大面是讲要等到6月初10。大家理由是讲，即摆囡仔人才拄注预防啥吼，可能搁等较长的时间，互大家有保护力。这敢是一个？互庆忌杯一个概念，其实咱拢讲的拢有道理啦，吼，有道理啦，吼。那咱即马要做的代志，就是讲吼，你敢若就中心讲，咱差不多感染到偌济以后，咱的即个吼疫情就会慢慢来结束嘛，吼。你是要互伊紧，还是要互伊慢？就是要看医疗量能会卡咩啊，袂卡咩嘛，吼。像讲伫咧北部吼，那其实讲起来啦，即个若是会带去实体吼，我是感觉这学习的效果会较好。像阮咧开会吼，踮咧线顶啦，踮咧也是讲来实体安尼，敢若咱即马来讲，也是讲我即马甲你视讯咧讲哦，这其实查解者啊，有囡仔人嘛是，我即马拢足巧的，会晓安怎，其实你感觉你有咧上课啊，其实拢无咧上啦吼。嘛袂使讲即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学习吼受到即个影响啦吼。所以咱地方的首长吼，伊会考量吼，可能伊若是做即款决定的时阵，伊可能就爱去负伊的责任嘛。吼，万一若讲搁大量吼，大量搁感染的时阵，可能伊这做这个首长的人会叫人家干嘛嘛吼，但是可能就是咱湘北市台北市即马嘛是渐渐迄确诊人数愈来愈低啊吼，所以咱伫咧台北市会使做这个决定，但是这中南部伊可能即马就袂使做这个决定，是吼，可能伊就爱较严的啦吼，但是总有一天你是爱行到这个步对吧？地步嘛，对不对吼？但是中南部伊是讲，反正我6月过去了，嘛变暑假，伊就较免去，吼，较免去面对这个问题啦吼。但是伫咧湘北市这边吼，咱原来是大家准备好势啦吼，反正即马看起来吼，咱的医疗能力伫咧湘北市还佫袂歹啦吼。是讲你囡仔去学校吼，伊会去传染迄，我想你今仔无传染，后摆嘛是会传染吼。但是咱也甲囡仔教好势吼，咱台湾吼上强的就是咱的 NPI。吼，咱比世界各国做了更较好。咱即摆有法度吼，甲即个疫情吼，甲伊拖较长卖哦，即个医疗容易吼，即个放弃吼，嘛是靠这啦吼。所以就是你讲的 NPI 是非公卫的手段来防疫。是，吼，即虽然吼以前啦吼，以前咱前2年这是上重要的，但是即马吼这嘛重要，即马重要是医疗量能，因为即马这去做吼，会较少尔，但是无像前2年讲，你若做了好，咱就有法度甲这个传播链甲拍长，即摆是无可能嘛。但是咱即摆已经，你看即摆出去外口，咱若出去外口，敢若无带喙啊嘛，感觉怪怪吼。咱已经有即个惯势啊吼，大家嘛做了袂歹。伫咧学校的时阵，当然咱的水也袂摕落来，若是食饭的啥吼，迄是较毋好嘛。但是咱囡仔人即摆有洗手啥嘛吼，我是感觉会使看卖啊啦。反正吼，即摆台北市用落去了，也无讲变较歹，敢若讲咱即摆过几个即个号做连续的假期吼。敢若嘛无讲特别啥物大爆发嘛，所以你爱有时吼，咱即个爱去甲试看卖啊啦吼，但是咱咧试有一个迄个吼，就是讲咱要试的时阵，咱有准备无？万一若大爆发起来时，咱有法度去承受无？
吼，莫讲啊，我都黑白甲饲啊，但是我只无法度承受啊，爆发起来无法度通休息，安尼是较毋好。我想伫咱的湘北这个所在吼，我感觉这医疗人员像阮即马迄个一寡吼，咱迄个注意方式啦啥，阮基层拢尽量去甲摕落来啦。啊，病院内底吼，都会使登记伊的病做一下服务啦吼。但是阮顶礼拜拜五吼，嘛是去迄个松山机场迄个采检站吼，阮理事长、立法委员、区委员吼，带阮去看嘛吼，因为阮嘛是有阮的基层医师去遐这样做采检嘛。啊，伫迄个所在，因的骹手都感觉较灵去啊。啊，我进前去的时阵吼，迄骹手拢无够，吼，骹手无够啊，我爱正病啊，但是即摆就感觉较灵去啊。因一寡人会当休困，吼，因为嘛爱休困啦，因无可能讲一直做工课做到拢无休困，人若忝会出毋着，会出迄个差错伫的嘛，吼。所以即个吼，咱已经吼。我感觉台北市吼，虽然咱的市长感觉讲松山机场迄吼，伊可能有一寡意见啦吼，但是咱大家来做伙做吼，会使贡献吼，把这个疫情控制好势吼，不管是你的意见安怎，拢是为民众、为咱国家好吼，大家来做伙来拍拼安尼啦。是。观众朋友，咱讲过中和两岁囡仔吼，因为动静来死亡这个病例吼，大家拢足关心。咱即马先来看伊的爸爸讨通联记录的报道。通联的录音档足超过一礼拜。新北市政府要是敢若愿意提供拍做文字的内容，录音档无法度互家属早倒转去。为着对查真相，失去后生的林先生找来过一届上北，亲身去消防局听迄当阵报案的录音。那进前伊嘛有接受广播的访问，讲出伊的心声。只是列表告诉我几点几分他们做什么事，几点几分做什么事情。看到这个东西，当下蛮失望的，就是这好像是在教小学生的作业一样。你局处的东西时间列表都没有统合在一起，然后就一张 A4 纸，然后告诉我你做这些事情。迄当阵求助81分钟，2岁查甫囡仔恩恩才送去病院。恩恩因老爸表示，为政府遐摕到的资料内底，要欠消防局、卫生局，还佫有病院之间通话记录。目前消防局予伊的敢若有列表尔，无够详细。为着要理清到底是倒一个所在可能有灯打去。要是希望市府会当提供迄当阵各单位之间联络的记录。我们的卫生局跟消防局2位局长，率同相关同仁，在恩恩爸爸来了以后，听完录音档案，所有的疑问，他都会一一的来做一个说明跟解释。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讲，拢会照相关的规定，全力来提供协助。嘛已经请卫生局长甲消防局长，针对恩恩因老爸所有疑问，一个一个来说明，甲代志发生的经过解说清楚，互家属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用这个中和2岁囡仔吼，是做一个画头啦。叶医师，咱出现到一个头一个囡仔吼，因为染疫了后，好利煞个导器官来发炎的这个状况吼，这会使人真烦恼了。因为我都已经染疫，都已经好啊，结果一段时间了后，煞变做动静吼。叶医师替咱来开破一下。好对。这是一个阮的讲的 MIS-C 的情形，大部分是发生在6岁到12岁的这个囡仔人，是确诊了好啊，开始，但是有这个免疫的反应，所以有一寡镜头爱来注意啊，对。但是伊的死亡率嘛，毋是讲足悬的，差不多1%到2%尔，这个发生率其实是10000%。阮台湾人、亚洲人其实是比外国人更较低，所以阮应该卖爱注意，但是卖家己吓惊啦。对，囡仔人其实因确实嘛是足轻症的，其实足侪，所以阮来看这个比例，在分子跟分母，然后阮才会使知影这是有偌危险。但是加重要的代志就是，注意方式真正会使降低这个 MIS-C。会发生的这个危险。研究的资料是安怎？这是美国 CDC 针对这个12岁到18岁的资料来去做分析。即摆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囡仔人5岁到12岁嘛，是跟台湾同款，拄则拍了无偌久，所以5岁到12岁的资料即摆还佫无，但是阮已经有12岁到18岁这个青少年的资料是。也是足完整的啦，对。遮阮看到一个足好的消息，就是恁青少年啊，注了2档以后，发生 MIS-C 的这个危险会降低91%。对。你看虾米人有 MIS-C 有 MIS-C 的这个青少年，
95%的遮的人，去因为 miss 去住院的人，拢是无注意风险的。所以你注意风险，你就会使甲这个1/1000的发生率，搁再拍甲9%以下。对，啊，遮的人爱搁去，因为有 miss 去住院，啊，搁死亡的人，搁较低。所以其实即马阮遮的家长会使做代志，就是紧甲即个囡仔人的预防针拍好，拍好满。是，叶医师，若是对头来讲吼，你拄则讲即个导气管的发炎的反应是一种免疫的反应，就是讲虽然已经好啊，即个免疫的反应煞互身体来发炎，这内底美角是啥？是安怎会发生这款的状况？对，啊，这个是小儿科的一种疾病啊，甲进前阮常常咧讲的这个卡瓦萨奇的川崎氏症有小可的共。小可讲，这个机转可能是差不多的机转对，但是啊，这个物件嘛是足新的，因为有 COVID 以后才发生到遮，有可能好了以后，几礼拜以后就发生这个 MIS， 啊，遮个这镜头都爱较注意啊，今仔日的这个记者会嘛讲啊足好的，啊，阮都爱较注意阮的这个囡仔人的这个变化，对，啊，亲像这个好了以后，过几礼拜以后。啊，发生这个持续这个发烧3天以后，3天连续3天对，啊，搁有遮的这个发炎的肌手的痉管，啊，搁有遮的镜头其实像遮的皮肤疹啊，遮的出疹啊，啊有时无血啊会降低啊，啊无就开始出现一寡这个肠胃啊心脏的开始会无爽快，啊，亲像遮的镜头有发生的时阵，你就爱紧去看医生。是。周医师，咱看到这个10岁囡仔吼，即马病情是较稳定啦。啊，若是真正出现这款导气管发炎的症状，若送到病院，咱有啥物方式来解处理？伊是吼，伊这发炎吼，咱台湾人来讲迄发炎吼，咱来分做两种。伊其实这种或者感染，敢咱这样迄个病毒入来吼，奥密克戎这款叫做感染吼。但是咱台湾人讲，你发炎食消炎药啊，其实。有诶，咱感染伊嘛是讲要甲消炎吼，还是讲有细菌感染食迄个抗生素吼做消炎药啊，这是另外一种。那这款发炎吼，是咱的免疫系统吼，比如讲咱一寡军队啦，看到讲吼外国吼要来拍咱啦吼，有一寡迄个敌军入来时阵吼，咱的迄个部队吼就起来武装起来，要甲消灭落去的吼。但是这个因为这个奥密克戎这款即马 COVID 的这款镜头吼，其实伫咧世界各国报告也无侪啦吼，啊伊的迄个基转吼，咱也无讲真了解，迄毋知安怎吼，咱的迄个免疫系统，咱的迄个总司令啊，看到讲吼，哇，足侪器官内底吼，拢有敌人伫咧遐，啊，怎派咱的军队吼去甲拍？四界拢去。啊，咱就拍着家己人啦，啊，伊就看起来讲啊，这都派人咱甲拍，啊，所以咱是家己攻击家己啦。吼，啊！这攻击家己的时阵吼，就是就一种发炎的反应，甲迄个感染是无共款的。所以咱来讲，比如咱感染吼，感染比如病毒的感染，有的是抗病毒的药啊嘛吼，啊有的就是讲，若无药啊，咱就是互伊迄个发炎的迄个程度降低吼。比如讲，咱有一寡类固醇啊，啥会降低啊。这款的吼，就是无迄个什么病毒，还是讲迄个细菌的，咱来袂用抗生素遐个物件吼。所以咱是医治伊的。咱其实咱人吼，拢有一寡机制吼，会互咱恢复正常啲，咱都爱甲 support 吼，甲支持吼，甲支持讲伊的迄个能力会使发挥出来。哦，这个发炎程度降过，啊，过迄个阶段了，啊，人就会恢复起来安尼。是，嘿，伊个基转是安尼，就是讲你本来是爱去拍歹人，结果你甲所谓你规身躯的好人，拢甲当作歹人甲拍，哦，所以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安尼。是。洪总经理拄则叶秘书讲，若是儿童注意方式会当预防这个导气管发炎吼。拄则洪总经理嘛有讲过，这家长足烦恼的，到底爱注倒一支疫苗啊？啊，不过咱看到即摆假期内底吼，有7个大型的注射站，侪父母吼带囡仔去注射，哎，效果袂歹吼。啊，过来因为开始可能搁爱上课，休热进前爱上课吼。啊，洪总经理，你会安怎甲咱的家长建议吼？这个注意方式例外的代志？嘿，除了注预防针，我感觉2件代志。1件代志的建议是互家长的，我感觉互家长就是，即马囡仔尤其咱北部，咱台北可能一定爱去学读册啊，吼啊去学读册了后，就是安那互伊食了较好，困了较好，伊的免疫力较好嘛，莫互为着安尼就同重要。啊，感觉第2件代志是，
既然吼，咱即马想讲，互囡仔就去读册，互去读册，咱免讲讲，哦，我爸母讲，哎呦，就注意风险啊，家己家己爱洗手啊，家己爱较注意的，安尼我讲无够。我当时政府嘛爱做一寡代志，像咱叶医生已经较清楚，就是讲英国，也是讲美国，即囡仔因要去读册，安怎保护伊的安全，就是快筛啊。啊，咱即摆快筛一定量较灵啊，对毋对？因为大家即摆去倒买拢有啊。咱政府嘛有一寡，伊讲经济较无好的这人吼，咱嘛是有免费的快筛互伊。啊，怎咱这灵，也是咱预算有的时阵，咱想讲，这囡仔等于学校，咱嘛是共款比较国外讲，因为疫情虽然看起来有较灵，可是伊毋是完全无。啊，这囡仔逐工爱去读册，啊嘛无一定讲每一个人都已经拄着这个风险。咱是毋是干脆就是比照这个国外，咱嘛是互伊快筛，比如说一礼拜2届还是啥？啊，我快筛阳性，啊，我就甲长病毒共款，我就踮厝的吼，我就莫去读册。啊，我快筛无问题，我就去读册。即个咱能做一个暂时的处置啊，互这个囡仔搁较安全。我感觉咱能想看觅有可能做即件代志哦，因为就像拄仔医生咧讲的，咱这个囡仔真实在是吼，生伫即个时代吼，大家拢一天一天到晚拢伫线上啦吼。啊，我朋友讲，伊遐囡仔拢足巧的啦。这台电脑吼是开互老师看啦，其实伊目睭拢咧看另外一边啦，是另外一个咧看别种，所以安尼就是嘛是毋是办法啦。我感觉早晚一日拢是爱等去学校读册，啊，咱同安全同囡仔等去读册，我感觉咱能想讲快筛一礼拜2届是安尼种啥物频率，吼，我看这是一个方法。啊，第二件代志就是讲，莫伤紧张，可是嘛有一寡警觉性，比如讲，拄仔讲到即个多系统的发炎好啊，伊发生咧啥物啊？定定是讲你已经较紧啊，你好啊，可能进前讲平均差不多3礼拜左右，吼2.6周啊，所以啊，大家爱注意啊，伊好咧，好的囡仔，忽然间开始发烧，还是有这镜头出来疹子啊啥，家己较注意吼。就是你爱留心，免讲紧张甲安尼，可是你爱注意讲伊的情形较奇怪吼。有当时嘛有腹泻镜头遮，注意到啊，及时送医，啊，咱及时该救治啊。所以我感觉爸母嘛爱做，政府嘛爱做，咱双方面啊，家己的健康顾好，安尼就好啊。是。叶医师拄则洪总经理讲到快筛吼，儿童的快筛，今仔看到新闻咧讲吼，有的囡仔吼足无爱去互动鼻孔吼，感觉足恐怖。啊，有医生建议讲会当春日去拿后就是先春日去拿后，再过来鼻孔吼。这款的基准是安怎？是安怎安尼会有效咧？哦，对，因为 Omicron 的大部分的病毒是伫脑后的遮。就甲以前的这个 Alpha、Delta 加加这个武汉是小可的无共，所以国外伫去年的12月开始有家己的建议做一寡调整啊，就是讲你若会使动鼻孔以后，你用同一支啊来去动你的这个脑后，对，所以两个所在拢有采检到，啊，囡仔人呢也真正就无爽快，但无就排斥咧做这种代志，其实用这个喙内的这个快筛嘛是会使，对。啊，国外的做法是，亲像咱总经理讲的，其实英国啊、甲法国啊、甲欧洲啊国家，其实因做足侪代志，就是讲。学校莫甲伊关起，因为因真正嘛，大部分的囡仔其实是足安全的啦。是，那是确诊嘛是足安全的，大部分健康的其实是，甲阮比起来，因是相对安全。对，啊，因叫伊莫去上课，其实对伊以后的人生的影响其实是足大的。所以因用的方法都是一礼拜来快筛2届。啊，有快筛有阳性的人，啊，就返去厝咧，安尼自我家己隔离，安尼7天，啊，无代志啊，再搁出来。但是其他的这个囡仔人继续上课，所以伫咧 Omicron 的时阵，其实欧洲国家大部分的国家的囡仔人是无咧停课的。哦，是好。最后，咱来讨论这个确诊了后死亡吼，心尸来毁坏问题。大先来看报道。哦，那至于这个处理是能够火化哈，或者就是说也可以深埋。哦，那火化叫做火化的一个程序，但深埋可能另外还要再来申请。啊，所以并不是24小时内要处理尸体，
是24小时要通报。6月初才会恢复外界对新冠肺炎确诊遗体检视24点钟来火化，争议不断。国民党团提出去年6月初8副指挥官陈宗干所讲的话。那在地方殡葬的管理机关的实务上呢，都还是依据24小时内火化。那也依照指挥中心的这个标准，做双层丝带的这个装入。所有的殡葬处理的管理都是在内政部底下，那他自己都承认了，他自己也都了解了，地方上的处理就是24小时之内的火化。那今天陈时中为什么要推得一干二净？到底是指引无明确，也是殡葬业者有所误解？国民党批评指挥官陈时中提责任，对此民进党也提出相关公文证明，指挥中心无要求24点钟内要遗体火化。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通报时间一样24小时，尸体的处置是火化或报请地方主管机关核准后深埋，这边并没有24小时一定要火化。民进党团干事长陈文平强调，因为传染风险悬，殡葬业者认为放久啊，也会有染病风险加费用的问题，所以陈总监才会讲职务上是安尼运作，不过规范上确实无安尼。国民党团要求卫福部尽速定出明确规范，重新规定火化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这个关键是即马武汉肺炎，伊是算做第5类的传染病吼。不过病是第5类的传染病，处理的方法无同。咱看到较严重的，亲像伊波拉病毒啊，也是讲天狗热吼。甲咱的武汉肺炎，伊的死亡通报时间是24点钟来爱通报。不过新死的处理是无共款，较严重的真正是24点钟内底爱烧去。不过咱的这个武汉肺炎吼，无这个规定啦。周医师，这个处理吼实在是其实是无啥物问题啦。死亡了后，这款的第5类的传染病的死身吼，都应该爱放伫这个尸笼内底吼。本地都袂当搁透开。这个烧的时间是干那是因为讲可能要互亲人吼来甲看一下。周医师，你讲安怎看这个问题？这敢是一个足重要的问题，还是讲你敢有听到真正听到有人感觉讲足困扰的？因为咱即摆看这个法律的规定吼，伊是真清楚的吼。第5类吼，伊嘛是，毋是讲伊若是第1类，伊一定爱伫24点钟以内吼爱火化嘛吼。这第5类的伊就是有分，若无分的时阵吼，伊若有主管机关吼，若有讲规定的时阵，咱就爱互伊规定。但是咱这武汉肺炎这是无规定着嘛吼，所以伊无讲一定爱偌久的时间啦吼。但是要了解吼，恁咧殡葬的迄个业者伫个吼，因的压力嘛足大的吼。你想看卖讲莫讲今年这个现象啦吼，那伫咧旧年、前年迄款阿尔法啦吼，还是讲原始株迄款的是真毒的迄个病毒哦，迄丢着甲即摆是无啥共款吼。你要叫因吼，这迄个大体吼，放伫遐，虽然咱用规层甲包起来啥，咱伊心内有压力无？讲实在啦吼，你若讲会使较早起处理掉来讲吼，对因来讲嘛是一种保障甲安全吼，但是这爱甲家属吼爱协调好势啦。你讲起来啦，讲你要去见最后一面，你甲伤残的尸体甲封起来了，佫袂使拍开，你是要哪见最后一面嘛？对不对？你要去看，你又无可能去看最后一面嘛？吼，嘛是，即摆人嘛是讲咱嘛是往生的人嘛是，希望讲咱的逝世然后这在世的人会当平安嘛。我用迄个传染的迄个，我嘛无希望伊来接近我，互我去甲染着即个病情嘛。到底有偌济人，有偌济家属有即款困扰，提出来讲嘛。即摆敢若讲，是毋是有敢若少数，还是讲无人在讲这，只是即个殡葬的业者吼，应该敢若讲好，伊无规定，但是咱都较严的无要紧，较严的无要紧。有强迫讲，迄个家属一定爱
24点钟无，若是有安尼时阵，迄就是讲咱殡葬业者无收款嘛。吼，若是毋是大家欢喜甘愿的会当体谅讲，即个从业人员，吼，搁即个家属吼，因来遮惊会染疫的迄个风险，大家拢会当去体谅的时阵，其实这无啥物大问题才对啦。是，因为在世的人吼嘛是爱真安全伫的嘛，吼，袂使讲当然感情上吼，咱嘛是真不忍心啦吼，咱的亲人，咱有时疫情伫咧专职病房吼，连看都看无。怎啊往生去，怎啊退休去，咱连看都看无。是讲即马为迄个吼，咱即马手机较发达啦吼。若是讲会使的时阵吼，咱是毋是进前吼，大家小会使为迄个手机小记面者安尼吼，是毋是即个即款不暇然后即不忍心的程度吼，即款危险会感觉较低安尼。是。洪总经理，咱即摆武汉肺炎了后，咱才知影吼，其实对 SARS 开始了后，咱因为迄摆的疫情，大家开始咧挂喙炎，即个惯势吼，延续差不多要20天啊。其实这个24点钟内底爱小去，这可能嘛是较早的疫情的关系只不过是安怎的安尼的状况尔，敢毋是？因为我感觉吼，这其实就是讲，咱实际上咧做的人，甲咱法律的规定吼，有当时实际上咧做的人想讲，因为你想看嘛，总共去年这个时阵，差不多去年5月、4月，咱真严重迄当阵的，迄当阵嘛无疫苗，吼，咱医疗社也未做，药啊嘛无，每一个人应该做就是喙暗都滴又好，手拢滴又好，洗手创啥，伊就安尼尔。所以对伊来讲，我即摆我也去接大体，我接一个是一个较近的人。我想讲进前SARS啥物拢是安尼，我可能就肯装好好，咱肯历练了，家己肯烧，就是安尼。但是因为迄当阵的想法就是，因是一个介严重的传染病，而且伊无预防针，而且伊无药啊嘛。可是佮即个时阵，伊完全无共款嘛。伊大家拢已经注预防针吼。第二个，即马嘛有抗病毒的药啊。第三，即马真侪人拢已经染过啊。所以即马大家才来想这个问题，讲即安尼遮尔紧迄落家火化无？再看这个法律才讲，无呢。奇怪，伊是第5类的，伊是第5类的，而且伊无规定讲一定要24点钟内底火化吼。这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一个沟通的问题啊，可是真正是讲大家卖遗憾，无一定是咱殡葬业者做，变成我爱加深咱医疗人员的负担。比如讲，有当时一寡人伊可能是已经签 DNA 嘛吼，是毋是这进前？